咁屬兔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，因為明年咧係丙午年啦，你哋咧係正式面臨住一個五卯相破嘅一個破太歲嘅格局。咁破太歲代表乜嘢咧？破壞嘛，代表計劃容易破壞啦，人際容易破壞啦，錢財容易破壞啦，絕對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楊亞智，福星無量天尊啊！上一期咧講咗生肖雞嘅朋友仔啦，咁今期咧我哋就嚟睇下2026年生肖兔嘅朋友仔嘅運勢啦。咁屬兔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，因為明年咧係丙午年啦，你哋咧係正式面臨住一個五卯相破嘅一個破太歲嘅格局。咁破太歲代表乜嘢咧？破壞嘛，代表計劃容易破壞啦，人際容易破壞啦，錢財容易破壞啦，絕對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。不過咧，破舊咧亦都係立新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同你徹底咁樣去拆解一下，點樣把握陰木生陰火呢一個特殊嘅能量，將破太歲嘅危機咧轉化為破繭成蝶嘅重大機遇。咁兔仔咧，2026年啦係五卯相破啦，屬於破太歲嘅格局，同時咧亦都係陰木生陰火嘅年份。好處咧就係靈感湧現啊，容易咧獲得展現能力嘅一個機會。但係破太歲嘅壞處咧就更加明顯啦，代表事情咧係容易臨門一腳就會有變故，人際關係暗藏一個破裂嘅一個風險啦，付出咧同埋收穫咧可能咧就不成正比嘅。咁今年嘅核心課題咧就係點樣喺動盪之中穩住自己嘅陣腳，喺破舊之中建立新生。處理得好嘅話咧，就可以打破舊有嘅束縛，事業咧可以更上一層樓。咁處理唔好嘅話咧，就容易陷入一個反覆消耗嘅局面啦。咁從事業運勢上面去分析咧，破太歲嘅年份咧，反而會帶嚟一啲打破常規嘅機會喎。特別係從事創意啊、設計啊、革新類嘅行業。呢一啲嘅朋友有機會咧，可以憑借一啲新思維啊，去脫穎而出嘅。但係一定要記住，要低調做事，謙虛待人啊。因為咧，最大嘅挑戰咧係在於人際關係嘅破裂風險啊，容易因為溝通誤會啦，或者係利益衝突啦，而同合作嘅夥伴啦，或者係同事發生一啲矛盾嘅，甚至影響重要嘅項目嘅推進。咁記住啦，今年咧幫人咧就係幫自己。和氣生財啊！咁財運方面又點呢？喺正財方面嘅話咧係 OK 嘅，但係咧屬於辛苦得財嘅一個類型啦，需要通過踏實去工作啦，去提升自己嘅收入嘅。要特別留意翻咧，會因為人事嘅變動啦，或者係合作破裂而導致咧出現更加多嘅意外開支嘅喎。而偏財運咧就比較弱啦，破太歲嘅年份咧極易會出現一啲意外嘅破財嘅。高風險投資咧，絕對就要避免啦。建議翻要選擇一啲穩健型嘅理財產品，一切咧係以保本為先嘅嚇。講完財運啦，嚟到咧愛情啦。咁單身嘅人士咧，桃花運咧睇似咧係有啲機遇啦，但係咧多數都係霧水情緣喎，容易因為了解而分開啦。需要投入更加多嘅時間去觀察佢啦，不宜太快去開始一啲新嘅戀情嘅。而有伴侶嘅人士啦，破嘅影響咧係最需要警惕嘅，容易因為一啲小事啦而發生一啲爭執啦，累積不滿而傷害到感情嘅一個基礎嘅。需要咧比往年更加付出耐性去經營你哋嘅關係嘅。咁既然知道咗破太歲嘅走向啦，咁我哋就要主動去出擊啦。今年最緊要咧就係強化穩定性啦，可以喺書台啦或者係辦公室嘅正西邊擺放一個銅製嘅龍龜擺設，寓意龍龜鎮守，破中求穩。咁呢一個佈局咧，能夠有效咁樣去穩定翻我哋嘅氣場啦，化解破太歲帶嚟嘅各種破裂同埋
變動嘅，幫你喺動盪之中把握機遇。屬兔嘅朋友啦，你哋天性溫和，追求安穩，但係咧明年嘅破太歲啦，就好似一個定時炸彈咁啊！如果咧唔係提前去拆除嘅話咧，你嘅計劃啊、你嘅人緣啊、你嘅錢財啊，都可能會受到衝擊嘅喎。咁你願唔願意將你自己一年嘅努力都交俾一個唔確定嘅運氣啦？主動去化解破太歲，就係你為自己人生上咗一道保險。佢唔係消費，而係對你寶貴時間同埋精力嘅最高性價比投資。趁住而家啱啱好知道自己流年嘅情況，去提前佈局返，就可以用最細嘅成本化解最大嘅風險，令到你可以安心去衝事業啊、揾感情同埋聚財富。呢個先係真正聰明人嘅選擇。總括嚟講啦，屬兔嘅朋友仔啦，2026年嘅主題咧就係以穩應破，立身於變。只有主動去化解破太歲咧，先至可以真正咁樣去把握到陰木生陰火呢個特殊嘅機緣嚇。想為自己2026年掃清障礙，平穩度過，我特別咧留出咗10個兔躍龍門嘅名額，幫你進行1對1嘅線上流年詳解啦，同埋破太歲化解嘅方案嘅。我會根據翻你嘅具體情況啦，去幫你睇下你嘅具體嘅流年吉凶方位啦，同埋量身定製化解破太歲嘅具體方法，以及個人專屬嘅開運時機同埋顏色嘅。咁點樣獲取呢？可以 like 收藏啦，並且分享呢一條視頻，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，我要化解破太歲，並且關注本頻道並開啟小鈴鐺，我會喺評論區咧置頂公佈獲選嘅10位幸運嘅兔仔啦，並且私信聯繫你嘅。咁下一期咧，我會同2026年嘅屬龍嘅朋友仔揭秘一下2026年呢個福星高照之年，把握天賜良機啦！記住訂閱同埋撳個小鈴鐺，咪走寶啦！